你叫做咩名？ Nukiu Bella Husnu Hatimatul Mandala Putri. 今年幾多歲？ 我今年22歲。結咗婚未？ 我未結婚。好，之前喺邊度做嘢啊？ 我以前有工作經驗係3年，2012年到2015年。照顧咩人啊？喺印尼？照顧小朋友3歲男仔。好。咁啊，你識唔識煮餸？我識煮餸、炸雞、炒菜、蒸魚、炒麵。好。咁你食唔食豬肉啊？我唔食豬肉，但係我要煮豬肉。你驚唔驚狗？我唔驚狗。好。咁啊，嚟到香港照顧 BB 得唔得啊？得。照顧公公婆婆得唔得？得。OK， 好啦，唔該晒，拜拜。唔該晒。好。